北北太水发生多件为半年内，高雄县第一批提供本灾民的永久屋代替完工的，第一期600人户来自南马县同同阳乡的村民也开始一批黑的，提9年前入屋，许多村民如讲，希望新的一年生活是得个天贴白。山南永久屋3期就爱完工，原住民朋友欢喜嘅进冲过去跳舞。对南马社来嘅富贵民，2个月之前透过义工推证计划参加起永久屋一个规划，亲属去这个后起嘅屋嘅，也本期很较珍惜一个幸福。真的很像是天下来掉下来的礼物一样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。对啊，很开心的。一个3期第一期总共有600人户，因这无共用嘅文化习惯，3期规划欢迎期同原住民期，唔过出车形式统一，就系2栋2层楼合向下嘅跳田屋，室内只有户型面数由14平、28平到31平，本单系关山下生活嘅原住民朋友吃到屋嘅贴合，唔过实际看到屋嘅顾客就吃到合乎基本嘅生活需求。这个是28平的，28平就是2房，但是旁边还有一个，最后要让你只有摆设或者只有去这个隔间，看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满意。屋度嘅加拉货行行出游，甚至连碗盘嘅韩国米也有准备，将村到诺贝嘅硫化工厂和地做亲密嘅整理，下个礼拜二村民留自己基金费签约过后，就做得正式优雅做永久屋嘅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